肺癌是台湾10大癌症死亡率的头名。阳明交通大学台北营总团队佮中研院团队发现讲，人体有一款白血球，伫治理肺腺癌的肿瘤，这款本体是当来对抗癌细胞的白血球所改变，等到是帮助癌细胞成长。这嘛团队已经找到原因咯，未来有机会会当来找出办法，杀死癌细胞。 负责免疫的白血球是安怎会反背去支持癌细胞？阳明交大甲台北营总团队证实，肺组织分化的转录因子 NKX2N1 表现下降的时，癌细胞会分泌 CXCL 催化因子。催化因子吸引白血球进入肿瘤微环境，白血球颠倒帮助肿瘤的生长甲转移。 Neutrophil 居然这个细胞呢是最大量，而且是第一线的反应呢，居然攻肿瘤的时候呢，反而会被它反而变它不是杀它，反而是对它变成被它同化，甚至被它教唆、被游说，最后反而来对肿瘤本身的生长或者抗药性。 NKX2N1 那亲像是黑社会老大 ，CXCL 那像是互拍开通道的游说集团，互白血球转做压制免疫反应。为此，团队伫咧动物模型透过白血球细胞膜顶面的 CXCR2 去控制的靶向治疗，肿瘤的生长有明显的降低。 The novelty here is that you can actually target the immune microenvironment to actually suppress cancer, which is very precise, like targeting a particular immune pathway to actually tackle cancer. 团队指出，要安怎阻挡肿瘤微环境中的游说集团，来防止白血球反背，替新型治疗策略提供宝贵的线索。研究已经刊伫咧世界知名的《Advanced Science》期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